品傳統文化，尋人間煙火。呢度係廣東佛山，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。泰康喺呢度為長輩們打造咗一座高品質養老社區。泰康之家禪園，泰康之家禪園嘅整體設計秉承住行通濟、風物聚嘅理念，將佛山特有嘅行通濟文化與自然水網相融合，呈現出嶺南水鄉獨有嘅動態之美。泰康之家禪園針對環境特點，特為長輩配備咗新風同淨水系統，保障長輩體感舒適。更多人性化、適老化嘅設計亦遍佈各處，圓弧圓角家具防止長輩意外磕碰，地面冇高差設計，讓長輩即使乘坐輪椅亦能暢行無阻。喺禪園，報警拉繩裝置隨處可見，其與泰康自主研發嘅報警定位卡等多項科技產品組成立體網絡，時時處處守護長輩安全。泰康之家禪園專業嘅1+N 服務團隊，讓長輩住得省心、放心、安心。專職兒女24小時暖心服務，醫護安保全天候用心值守。一日3餐由營養師大廚悉心烹製。入住禪園，有家嘅舒心而冇家務嘅瑣碎紛擾，盡享5星級嘅舒適生活。泰康之家禪園可提供約660個養老單元，為長輩提供獨立生活、協助生活、專業護理、記憶照護4種生活服務。社區配建醫療機構隨時拉繩跑點，保障居民安全。周邊醫療配套完善，距離超大型綜合3甲醫院、佛山第2人民醫院新院區僅500米，10公里範圍內仲覆蓋咗佛山市第1人民醫院、佛山市中醫院在內嘅共6家大型3甲醫院。此外，由國內知名專家同泰康自有醫生組成嘅泰康醫生集團，亦讓居民足不出戶，即可享受便捷可靠嘅醫療服務。溫馨嘅家，開放嘅大學，優雅嘅活力中心，高品質嘅醫療保健中心，長輩精神同心靈嘅家園。泰康之家禪園係長輩幸福生活嘅舒心之選，亦將成為引領佛山養老新風尚嘅城市名片。